注入點亮幸福生活。咁多人買小米，點解小米法務部只舉報呢個賣農產品嘅春之書呢？點解本嚟全網點讚嘅助農英雄，卻一夜之間清空賬號呢？咁今期視頻啊，帶大家深度拆解3次嘅反轉。身份上嘅第一次反轉，GUCCI嘅腰帶、始祖鳥嘅外套、蒙口嘅羽絨服，全身上下加起身起碼要幾萬蚊。咁一查工商信息，同時仲擔任多家公司嘅法人，妥妥嘅成功企業家身份。咁其次啦，大家仲需要知道嘅一點呢係春之書並非絕對屬於體制內嘅，一種呢係大家常講嘅由本村村民選舉所產生嘅村委會負責人，呢種係冇編制嘅。咁另一種呢係駐村書記或者係駐村幹部，佢哋呢係從公務員嘅隊伍裏邊選拔出嚟，再由上級統一選派到村裏邊去工作。咁呢種呢係有編制嘅。咁結合榮成當地嘅公告推測馮書記呢原本應該係當地嘅企業家，再然後參加類似公告裏邊榮歸故里嘅呢種計劃，當選當地嘅村書記，所以推測呢，佢應該冇編制身份嘅。咁小米發佈會上面嘅2次反轉全程模仿雷軍嘅語氣，硬貼雷軍嘅標籤。要知道不得污名化民營企業家已經305身啦，但係佢依然選擇帶頭衝鋒，意識太薄弱啦。咁更加嚴重嘅問題呢係喺發佈會上面銷售嘅小米可唔可以經得起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於虛假宣傳嘅認定呢？咁琳琅滿目嘅數據可唔可以有實驗嘅支撐呢？呢啲都係值得懷疑嘅。輿論上嘅第3次反轉，小米發務啱以關聯類似營銷侵犯姓名權將佢舉報，咁佢呢立刻切換悲情嘅劇本。我希望咱們小米把格局打開，你們是賣汽車，你們是賣手機，而我們賣的是農產品，希望你給我們老百姓一條活路。上演悲情農夫勇鬥資本惡龍嘅故事。咁人哋小米投訴嘅係呢，唔好趁雷總嘅流量搞營銷啦，但係佢將佢曲解為小米公司唔俾我賣小米，通過製造呢種對立呢嚟博取同情。咁呢種做法正正呢係會觸碰法律嘅紅線嘅，明確係侵犯咗小米公司嘅名譽權。咁最後啦，而家互聯網正處於個信息爆炸嘅時代希望大家喺接收信息嘅時候唔好被表面嘅迷霧遮蔽雙眼，一定要睇清事件嘅真相本質。